在古代的那戏院那部哦，李小龙人工湖做影片，古代的古宫中片哦，那古代摄影机上面那个轮子。南边的是那个月经港，洪水月经港。哦，这你看人家那个拍摄影片用的工具啊，你看那轨道，人站在那拍摄者站在那个轨道车平台车上，哦，一个喊他咔录影啊，一个讲，一个做动作，还有摄影机录影，还有导演，还有说器材箱沿水的那个涌泉溪。